这间迄是号做真君庙，内底拜的是一个神明，叫号做阮白真君。阮白真君吼是敢若是大阵人的妈祖共款，就是守护迄边的海神安尼。讲啊，迄当阵吼，迄大阵岛迄战士吼，真正是足紧张的。啊，所以地方的头人嘛做烦恼的是想讲，咱是要留落来，还是要走？安尼，所以因就去一间咧拜阮白真君的寺庙，叫做招宝寺啦。来去求签，求了3届咧，拢是同一张哦。咱来看卖啊，顶解这签诗内底讲啥？唱台湾，台中坐，唱台湾。拢伫中部呢，拢伫中部。因伫花莲呢，看安尼。尾啊，冰过山尔呢。尾啊，因想着去花莲。好山。无，阮来公布这答案就后一张安尼。你看。哎呦。义勇台湾。哎呦！这签诗内底就讲安尼哦，义勇台湾。这意思是啥？你看卖啊，这签诗顶悬是毋是4个神明？嘿。安尼。因拢去刷去别位啊，所以是毋是代表讲大阵人嘛是爱走，对无？就是因为安尼，地方的头人就好，咱来走。就是安尼。头的人做伙走。规庄头的人，规全岛的人拢。3摆拢是。嘿，对，无毋对，就是这张。